画面中可以看到，大马路上车流来来往往，一名小男童却突然冲到马路上，后方机车骑士疑似闪避不及，当场撞上，侄子被撞让他的叔叔气到上前理论，甚至还爆发肢体冲突。警方获报也赶往处理。带您来看一段现场情形。对方有跟你拍无？无。对啊，是阮哥哥，恁哥哥的孙啊，不要胸部啊。全案依伤害罪嫌，将2名郑姓男子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。好的，那事发就在24号晚间6点多，高雄三民区大昌2路与大丰2路口。原来这名2岁的小男童，当时疑似突然从人行道冲到马路上，45岁的陈姓男子刚好骑机车经过，一时闪避不及，发生碰撞。男童被撞，他的叔叔见状不能接受，当场气到上前理论，但骑士似乎认为是家长没有看好孩子，叔叔不满对方态度，大打出手，路人目击也吓到报警。而事后这名机车骑士也对动手的家长提出伤害告诉，只不过男童疑似擅自穿越车道阻碍交通，家长恐怕还得受罚。